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今年接受加权的学生总共有317人，其中女性学生264位，男学生50位。当学生接受加权了后，就当开始安排到病医实习，实际参与病人照护实务。今年的典礼由学生代表陈建颖、吴代荣率领全体加权生宣读护理誓词。勿取服或雇用有害之药物。勿取服或雇用有害之药物。慎守病人及家务之秘密。今天我们中华医大有316位勇士们已经培养完成，要上战场。那今天可以说替他们壮行，那他们要代表人类跟病毒作战，跟疾病作战。那其实我们也非常感动哈，世界现在这么疫情那么严重，那人们没有气馁，还前仆后继哈。那所有这个行业，护理这个行业，这么多人不畏艰辛再来研读。然后研读完上战场，这个我相信以这种精神，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病毒。在今年的学生当中，有一位目前就读进修部护理系大二学生蔡敏华，伊就是学士后重返校园读护理系。今年40岁，伊表示会回来到校园进修，有大部分的原因，其实拢是为了亲人。因为护理师相对来讲是一个帮助病人的最基本的一个，也是最直接的一个地方啊，所以我想说，我从护理系这一方面可以学的一些比较临床技术层面，那未来可能家人会陆陆续续老化，会经历过生老病死这一块的地方，那在这一块当中可以有更加比过去10年来可以更加帮助他们的地方，这是我自己未来对自己一个期许，这样子。校长曾信超表示，护理系是华医创校基时。53年来，为医疗界培育无数护理人才，毕业校友深受业界懊恼。尤其近年新冠肺炎已经严峻，阁会当看到有遐尔侪少年学子坚持行护理师这条路，为社会大众健康守护，相当令人感动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